听我的，先让他破1000人，在这个半夜的时间，我希望有1000人。然后第一点，眼神要先杀。小帮手，嗨，你们音乐。帮我刷4个关键字，关键字只有4个字。4个关键字。不想就。来，你们握紧你的拳头，要听我的。不想700人800、 750、 780。不会吧？不会放弃啊！拳头紧握，有梦想的赶快去追逐，听我的，方向就。有没有很嗨？各位朋友 ，Party time， 好不好？900人？900人。950，来980。这里很多气的，没有错。很多期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在这个半夜的时光，我们一起见证1000人。1100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青菜啊，随便啦，正常发挥啦。1100， 1100啊！1200，正常发挥，好不好？就正常发挥啦，1200。1000了。现在我要看到全场的朋友一起给他刷起来！
来，音乐暂停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跟你说，我虽然已经1个礼拜没有直播了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各位同行的实力还在。可以啦，正常发挥啦。正常发挥啦，好不好？正常发挥。我想讲，这个过2年啊，无找我来讲，我自爆。各位朋友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明天开始，各位同行的注意了，明天开始，注意哦，林北被复出了啦。你要付出啊。明天开始，我会正常发挥来付出直播，没有错，好不好？哦，明天会付出啦，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企业有哦，未来做了，哦，这未来做了。啊，感谢你们1200位在这个半夜的时光还这么支持我啦，还是感谢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台卖精品的，来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问你们一下，你们希望我卖一品的刷+1，希望我卖精品的刷+2，来，给你们自己去讨论。来，可以来，听好了，各位现场好朋友，来，要凯宾卖一品的，他本人在卖一品的刷+1。然后再来，我等一下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想要跟你们请教哦。好，想要跟您请教一下，跟您交一下朋友的，来，有想要说真的啦，我们现在互动一下啦。你们觉得我要卖一品的刷+1啦，要卖精品的朋友帮我刷+2啊，顺便啦，我们胖鹦鹉在这里争个女友啦，好不好？真你老母啦，可以噻。哎啦，可以啦，真泡你讲真你老母，真你老母啦。哎呀，常伟本来就是我们直播团队的啊，对啊。突然发现某个角度上，柯震东，这是哪样成柯震东？伊是胡凯斌，你较年轻诶。我叫胡凯斌，我跟你说，柯震东你是什么咖？赶紧讲，今晚你俩这输我没有骗。希望我卖精品的刷+2啦，啊，希望我卖一品的刷+1啦，来开始洗版啦，来好不好？洗版了哈，自由新政，自由发挥啦。来，自由发挥啦，我拎青菜啦，咱就要踊跃发言，因为我明天才要开始直播嘛。来那个卖水产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如果开始卖水产，可能会撞死很多直播台哦。对，来阿妹啊，把我开来去逛逛，妹啊，把我开来去逛逛。好，我如果开始卖水产，可能会撞死很多直播台哦。哎呀，我没有卖水产啦，水产没有啦，我就问你们大家啦，希望我卖精品的刷+2啦，啊卖一品的刷+1啦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你们自由发挥一下。自由发挥啦哈。陈君正在线上呢。来，君正兄1号啦哈。正兄啦，这假的吧？这真的吧？知呢，你甲看者，知啊。这正哥敢真的？敢若真的，搁敢若假的？真的，搁敢若假？无你这个水当讨厌啊？你甲水当讨厌。这陈君正真的也假啊？这陈君正是真账号假账号啊？李光啊，希望我卖玩具，玩具这一块哦，我们交给专业的人去卖。我不是卖玩具的料，那个遥控飞机在卖的，不是我在卖的哦。啊，如果天风要卖玩具，我会让他卖玩具啊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哦啊，各位朋友，加3我希望改兵都高粱。今天我还没开场啦，啊，我今天也没有要开场，我们把开场留给明天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们把开场留给明天，谢谢啦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你们。知道前阵子我开一个酸民直播啊，您知影我有给这个酸民开直播，吼，啊，这个酸民是有错在先嘛，吼。伊虽然有唔对，但是迄天我开直播有5000几个，啊，我也因为我们去现场开直播被侦查队带回去，好，铐上手铐，拘留了1天嘛，对不对？拘留了1天，那事情也经过了那么久，那个对方也要跟我们和解，但是对方因为这一件事情而没有工作，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叫来我们团队上班？哦，嘿，你们觉得呢？即摆改变的概念就是讲，伊前一阵仔就是掠迄个选民开直播嘛，上过电视，手铐嘛去用铐去区域所拘留1天。但是迄个选民甲前主席已经达成和解啊，对吧？已经和解了。啊，即摆就是伊迄边就是去用头家洗头路。也不是辞职啊，就是无工课啊。就是无工课安尼啦。嘿啊，即摆意思就是讲。嘿啊，我想讲看问恁的意见啦，敢要甲伊扭入来咱的直播团队，吼。互伊有势头咧去。互伊有一个工课通做安尼啦。哦，就是一寡小帮手。哎呀，迄个像苏爷爷在还啊？伊敢有咧困啊？我毋知呢，苏爷爷毋是咧老衲迄个吗？是吗？明仔载要去上温馨呢，哦。你去上温馨怎？
哈，你要上去新创？那好，人个招啊，你明仔载就是去跟我去水天上人间？无啊，要夜店，天上人间。有人个招你，无啊，我看你上温馨啦，嘿啊，天上人间的，有人说可以，有人说不要。阿妹啊，你看一下字幕。你莫一直看我，虽然我很帅。看字幕。不要什么人都收啦，他们说是不要什么人都收。无啦，咱伊是甲伊人讲伊的处境好好啦。可是你报告因兜处境互因。因刀哦，因为我跟他和解哦，已经和解，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动手嘛。啊，跟他和解了，已经和解了，所以变成说我也去了解他们家啦。那他们家妈妈在6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爸爸因为爸爸本身是做轮胎，做了45年啦，做45年，可是做了45年的轮胎因为长期吃槟榔所以变这讲导致他得了口腔癌，所以这个有开刀啦，所以变成说，他爸爸也是有领一笔退休金啦，也不是像你们说的这么困苦啦，也不完全是啦，没有这么严重，只是说他儿子本身就是不知道怎样，可能小时候有被霸凌过，有被霸凌过，所以到国中的时候，伊可能细汉的时阵有受到一些压力，要被霸凌，所以到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各国中各大社团，开始乱呛人，是国中就有这个习惯，这他爸爸也很头痛啦。他爸爸是希望我能帮他教一下，因为爸爸嘛是聋哑人士嘛。嘛是希望讲咱能甲伊斗相共安尼我嘛是甲因爸讲，因来公司看卖，阮的工课环境嘛真单纯嘛。介单纯。因来看卖，先来看卖安尼啦。我是觉得啦，我是觉得说，因为他是我一个有点想帮助的人啦，感觉是啊，那个感觉，因为。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缘分的话，也不会去认识他嘛，是不是？那我是觉得说，我们可以让他试用1个月，你们觉得可以的？可以。线顶就是做侪朋友，就是讲惊讲伊个黑白共抢啊，是啥？我爱搁去收买啥？去收买啊。嘛是有影啦。有的是讲会使，有的是讲尽量慢，所以。这是两难的啦。汉森哥嘛起来安尼。汉森哥起来。阮汉森这阮至亲时代的好朋友啦。阮迄天会记得阮迄天去拘留的时候，搁甲伊关一共一间啦。阮汉森，我甲阮汉森原本就有熟识啦，是安怎会愈好，你知无？迄天阮去收迄拘留所的时阵好死毋死，阮搁关在共一间啦。共工吗？共一工啊，系啊。我讲你哪会入来？都。之摆我伫咧唱歌啦，有人入来阮的包厢，一个入来尔，我咧干你俩之摆，结果人是认毋着人，就共抢落来，规阵就甲饲落去拍，嘿啊，你听我意思无？到尾就甲你收共房就对啦。无啦，就共一间啦。无啦，共一间啦。阮分局了，移送地检署。地检署就是拢关喺共底啊，拢伫地检啦。爱未改歹。嘿啊，就是安尼。低调，伊讲低调啦。对了，这嘛毋是讲啥物做公园的，对吧？你讲地检署一日游呢。我接电话者来，喂，啦，喂，咧直播呢，你讲。好啊。吴亚峰莫阁录啊啦。吴亚峰讲啥？你莫用那种干话啦。有考虑让天风解约吗？就2个月，你拢实在是拢听无。我说过了，我们现在不是说天风的话题了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天风是有2个月的试用期，好不好？来，感谢打赏星星。感谢很难想给我50颗星星啦，谢谢啦。感谢这么晚的半夜时光，还有1200人在看我直播啦，真的感谢啦。当然是当小帮手啊，应该会去叫伊，因为听说他有跟我说啦，其实有甲我讲啦。感谢四维哥。伊这囡仔有甲我讲啦，伊有甲我讲，伊毋惊食苦啊。过来你嘛是爱看你个人甲山顶，互你一寡意见。来，感谢打赏。那个凯文，我置顶你的问题，我回答一下。
老板，我真心建议你不要像8+9，真的不要脱衣服。来，各位朋友，因为有时候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我脱衣服造成你们的感官不佳，小弟在这里先跟你们说声抱歉，不好意思。哦，但是我要跟你说，有时候我在做的是节目效果，我懂得分寸，台上台下我绝对是不同人，好不好？哦，台下就会像现在跟你们讲话这样，台上就会像刚刚在开场一样。没有错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懂这个概念吗？好不好？星星就是一个鼓励啦，你们如果赏星星给我的话，我们可以换成台币啊。我插一句好不？好，来你讲。亚峰，我知你咧关心阮啦，但是我头头甲你讲啊，即马即趴吼，毋是咧讲天风啊。牙峰，谢谢啦，嘛是谢谢你的好意啦。伊讲惊拖累着咱。我知啦，牙峰，谢谢你啦，真的，还是有很多酸民，其实你们是开假账号上来，但是哦，我说真的啦，我讲真的啦，其实恁私底下的人应该是袂歹啦，系啊，有机会哦，就算讲恁是酸民，咱大家拢能做朋友啦。哎呀，迄是拢能做朋友的，迄无啥物讲。无啥物牵牵奶啦，迄拢无关系。我跟你说啦。不死鸟怕尾豆啊，不死鸟。哦，我在直播。好，再来，我要说了哈。我刚刚讲到哪里？被他的不死鸟打断了。我早都讲到这。哦，好了，我想到了，有很多酸民在我们发放口罩的时候，他有出现来跟我们说他是某某某酸民。我们也是跟他合照，也跟他很客气。哦嘿，对。我们都完全没有跟他恶言相向。对。大家那朋友安尼。长啊。嘿，我讲真，有良心啊，酸民哪里酸民呢？酸民就很像什么？就很像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立法院里面的立法委员。哦嘿，对，你甲咱监督。酸民就很像立法院里面的立法委员，我们就像一个哦。我只是我们只是一个比喻哦，吼，麦迪亚你跟我讲我是啥，我不安尼讲，哦，我只是一个比喻，我们就好像一个好像一个彰化县长啊，需要受到你们这些酸民来指教、来检视、来批评，啊，无我们哪会进步嘛？对啊。但是恁好的建议我一定会听落，但是恁歹的我一定会甲恁靠背，吼，赶快我嘛有反驳的权利嘛。感谢那个大哥赏了500多颗星星呢。来 ，N 大是查某，你恩大啦，恩大美女，谢谢554颗星星啦，谢谢啦。哦，阿朱玉好，谢谢你赏星啦。哦，都感谢，有赏星的朋友都非常的感谢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有机会去彰化跟你们合照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哎呀，来一堂哥，感谢一堂哥赏星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啊，我跟你们说啦。很多直播平台一直说，胡凯彬，我讲真的啦，恁的直播平台哦，酸民有够多啦。我说真的，你要当一个公众人物，你要当一个优秀的直播平台，酸民们，你们都是有素质的酸民。来，你们这些酸民听我讲一句话，有道理，恁就感觉有道理。一个优秀的直播平台，如果连一个酸民都没有，你不叫直播平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办法接受人家来批评以及指教嘛，你看不介意人，你就讲封锁嘛。所以我一直给天风一个观念，你不要去封锁人家，哦，你一开始先学习，不要去看这些酸言酸语，哦，再来第二点，我们慢慢去改进。如果真的是为你好的，那都没叫酸民啊，哦，虽然是讲他讲话语带讽刺，但是有时候是为我们好。对不对？来，觉得有道理的答有道理。像卫生棉这个本来也是酸民啊，卫生棉那个是香港的朋友啊，他跟我通过电话。哦，酸民也是可以做朋友，他是香港的，香港的呀，对不？啊，你别安怎讲？他还是现在每一场直播都会进来看啊。没有错，哦，其实凯宾将总归一句讲一句话啦，反正就是爱之深责之切。洪旺财大哥公，斌哥，你们的台素质越来越差了，怎么说呢？也还好吧。来，你们觉得我们的素质，你们在看直播的人觉得素质会越来越差吗？可能酸民如果太多的话，有时候会影响到，是没错啦。这不可否认，这不可否认。但是我说真的，一个优秀的人，优秀的直播平台，
绝对要经得起任何，不管你是真账号假账号，我都要经得起你们的考验嘛。但是有时候你们在讲那些干话，没证据。台湾是一个法治社会，恁无证据的时候，你甲我讲我好药我食 K 的时阵，恁嘛是恁遐选民就是伤过分嘛。这过分。啊，这用叫理所当然嘛。这个拄啊好。对不对？你今天，我们说真的啦，我们比喻一下啦，某叉叉市长啊，在备受质询的时候，他如果对方议员在质询他没有证据的时候，他会不会一个反驳？一定会吧？会，这是一定的嘛。会，乌用。哎呀，乌用。所以酸民进来我的直播平台，酸民嘛是人呢，对吧？酸民嘛是人啦，哎呀，什么人都收进来上你们的直播台。旺财哥，有时候我给恁一个观念嘛，恁拢知影我的背力嘛，取之社会，回馈社会。我今天请了一个阿斯巴拉的人进来我的团队，我不一定要赚钱，但是我可以让人家有一口饭吃。这是做人上大的宗旨呢。你知影我讲的意思无？可能恁听袂落，但是我讲真的，有当时啊，我刚甲恁讲，我在这里发誓吼，我的公司已经连续半年没有盈利了。我的公司已经连续半年没有盈利了，有赚钱又补去别的地方，有赚钱就又补去别的地方。无讲赚到倒位。咱讲真诶，无了着钱啦，但是若变趁钱啦，就补这空补迄空，一直补，对无？你像天风入来阮的团队，我就拍算要了3个月，大家拢无趁钱啦，对无？所以你们要怎么说？有时候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嘛，好不好？就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啦，吼。施比受更有福啦，这拢咧报喜的啦，这电视人就应该拢咧报喜啊。来，陈丽婷哦，我回答你的问题。所以为什么庄鲁鲁没有验装死？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1000多位的人哦，我现在当1000多位人面前问你一个问题。那你给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庄鲁鲁要验？那为什么你不去验？来，你回答。你回答。请你回答嘛。请你回答。就因为我们是身为一个直播主、公众人物，我们就要这样被你质询吗？我跟你说啦，我们只要有吃药，我们不用自己去验，检调单位谁来给我们扣去啊？这拢免毋庸置疑的嘛。免好笑的啦。对无？因为咱即马政府机关单位拢有咧看啦。拢有咧看嘛。这拢免好笑的啦。对吧？这做现实一个问题嘛。对吧？陈丽婷，来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可以开始回答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，那为什么你不去验？为什么鲁鲁要验啊？凭什么验？凭什么验？来，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？如果你回答不出来，就表示你身上有屎。就问一下啊，嘿啊，因为我就会问你问题啊，你哪不会给我回答一下？对啊。对啊。来，我这一台千万你不要来进来那里讲阿斯巴拉的话。你看我们这些铁粉或者是酸民嘛会看袂落，你看着？你敢若好遐干？你连这酸民都看你无啦？当酸民当有素质一点嘛，连酸民都看不起你，你是酸民中的败类，你知道吗？无啦，迄毋是败类，对不？是败类，无你讲。哎呀，高真生。你有什么资格在别人身上贴标签？没有错啊。那个谁，那个钟家豪大哥，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啊。对啊，验什么来？你为什么不验啊？啊，为什么我们要验？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，我没吃药啊。啊，你们如果真的不相信，你们约20-30个酸民直接来我们公司，直接带我去验尿，我当场验尿，这样不是更快？对啊。啊，你们说叫你们出现，你们又不敢出现啦。啊，只会在那里当键盘手。啊，就问者，你安尼得到啥哈？好玩吗？好笑吗？对不对？好玩吗？好笑吗？所以我来讲说陈丽婷，有时候你问的东西真的要经过大脑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大脑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配、标配的标准配备，但是你要用好它。你听有无？无人讲你就无脑啦。真的啦，每一个人读书拢嘛是标配，
干模样。啊，问题伊讲出来，咱讲真的啊，谢谢各位，不管是酸民朋友还是铁粉朋友，不管你们是谁，都谢谢你们。现在一致认为，就是咧甲跑啦，本地就是啊，大家拢咧甲跑啦，系啊，系啊，连酸民都咧甲抢啦，你看你有可怜无？陈丽婷，你哪唔讲话？我在等你回答呢，请你回答，请你站上你的咨询台回答。系啊，请你回答好不好？请你站上你的咨询台回答一下。我管到人家海边啊去，我讲一个较粗嘴啊，你管人蓝鸟要火车弄，对。伊唔讲话呢？那就唔讲话就即摆唔知要讲啥，即摆可能日点吧。前面要反驳你，一直兴，要找楼梯啊，伊这支腿啊举足水的。伊举袂水啦，阮着问心无愧，你要安怎偌水啦？我我甲你讲啦，就算讲你们全部1000多位一致认为叫我去验尿，我就验给你们看，我问心无愧啦，我坦白讲啦，对不？啊，无的代志你要甲阮造谣也没那么容易啦，因为人咧做天咧看啦。无影的代志吼，你要伫遐空喙布字，伫遐要干咩543？伫遐你甘会无天啦。无遮简单啦，你知无？没有那么简单啦，好不好？啊，真的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啦，谢谢你们啦，哎呀，真的谢谢你们啦。我有啊，那个徐谦的台我在看的，他说过了，大脑是全配的啊。我看他的台，我有看他的台啊。啊，本地伊讲的人就是啊。你们这些酸民朋友我跟你们说啦，其实你们有时候可以开真账号上来聊天，我不会怎样。哎呀，我不可否认我不喜欢酸民，但是我不讨厌，我不介意，因为我不介意的点是因为恁有的不是说酸民全部都不好哦，是因为有大部分的酸民会乱带风向，导致一些正义的酸民被受侮辱。你听我讲的意思不？有一些部分的酸民会乱带风向，会乱酸言酸语去乱泡各大直播台。就是伊咧讲有诶无诶啦，你想早遐有摆直播台，第一名酸民的讲我是胡伟斌派来的，他叫我来乱你的，我有钱他可以拿了。我谢谢啦！你讲第一次看我直播就给我500颗星，谢谢，感谢啦，真的感谢啦。很多人一直赏心呢，真的感谢，小弟在这里感谢好不好？哎呀，莫伫遐那543啦，好不好？做酸民做较有气，做较有素质。来感谢高月婷，高月婷是酸民，伊互你星星啊。谢谢高月婷大哥，谢谢啦。好啊，各位朋友，真的非常的感谢那么多人支持我啦。哎呀，我今天很久没开直播了嘛，我很感谢在这个半夜这个时间开直播还有1000多人在看啦，真的感谢啦。真正感谢啦。这就是你对我讲真啦，这就是你对阮的凯宾疼惜、爱护甲支持。伊今日靠安尼成功，我讲真诶，我讲一句坦白话，若无因，嘛无你啊。对啊。我讲真诶。我讲一句我自己常常在讲的内心话。对啊。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没有你们啊，其实我什么都不是啊。什么都不是。哎呀，真的。我不管你们是酸民也好，还是正常的铁粉也好，还是普通的买家来买我们家的产品的也好，只要没有你们支持，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啊。哎呀。包括在座的这种嘛毋是，连我嘛毋是，连你嘛毋是啊，对啊。像凯宾早早讲的，就是有影，这个直播生态，你们就像是立法委员一样，他就是一个类似一个政务官。啥嘞？三我搞给袂掉，我搞给袂掉。灯光有钱靠背哦。好，就像头拄伊讲的啦，恁都是每一个在座拢是县议员、甲立法委员，这样就是咱的政务官。他们要开直播，你们就是上来在看一件事情，对跟错而已。但是有些酸民就是很智障，很他妈的无脑，就是有没有吃药啊，凯宾有没有吃药啊，什么蛙哥啦，呛小呛边啊，电话一直卡，最近那电话无一直卡。对，我说真的啦，酸民最近都没有打电话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啦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法律的关系还是怎样，可是至少是一个进步啦。你们起码知道说人家在做生意，不要打电话进来乱啦，这是最好的进步啦。谢谢你们这些朋友。我讲一下一个叫吴亚峰的，伊讲我最爱铺你 LP 的啦，来你甲大家讲，我讲你铺你 LP。无啦，真的啊，有当时啊，免安尼讲话啦。对啊。真的是不要这样讲话做
他在做工作也很辛苦啊，对不？你哪会无甲伊鼓励，哪会咧甲伊讲这种话？对吧？对不？有当时啊，就一句话嘛，多点鼓励，少点责备嘛，人才会进步嘛。啊，阮若有教识，互相闹开来求进步，进步啊！对不？因为我私底下，我常常讲，凯宾，我总有一天想要干掉你。伊拢讲，哈哈，无可能。哈哈，这是马克吗？马克吧。马克呢？马克你好，马克你外国给我赏25颗星呢。乐卡的啦。乐卡马克你好啊，谢谢啦哈，感恩啦哈，来很多人赏心啦，感谢你们啦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啦。哦，来啊，各位朋友，我跟你们说啦，我明天开始会开始直播。你们希望我卖精品的刷精品，希望我卖艺品的刷艺品，来先洗版。来给你们，我们来快问快答，好不好？系啊。哦 ，Q&A 啦，快问快答。Q&A，我是加分的。我头都有在升天堂啊，我刚刚有在玩。好，凯宾，请回答庄卫星的问题。庄卫星上面问题？我被佳佳禁言。我不知道呢，庄卫星，因为我其实我说真的，我没有在佳佳的场。我很少在佳佳的场，但是庄卫星，我跟你说，我把你截图下来，那我明天早上遇到佳佳的时候，我询问看看是系统的问题，还是你被佳佳封锁，好不好？因为有时候是 FB 系统也会有问题，像很多人一直以为天风一直封锁你们，我要跟你们讲天风他没有个人账号。天风为什么那个粉丝团会封锁你们？很简单，因为他的粉丝团跟个人账号完全被检举到死掉，死掉就那个账号就是死掉，你们就会以为你们被封锁。你听好我讲的意思无？嘿啊，好，来开始洗版，大家拢希望我卖精品了。可以啊，我明天明天卖个精品啦。好啊，那个马克直播啦，各位朋友可以追踪他一下啦。马克也有上来这个我置顶一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恁也应该追踪一下。这马克嘛袂歹啦，嘿啊，他在卖精品的直播，你们有喜欢他的，也都可以追踪他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真的谢谢。来，安尼刚有啥问题？感谢赏心感谢彭元宏大哥啊，嘿啊。好啦，我明天再开直播，我直播要关掉了。谢谢啦，泽佑哥又赏了星星啦，谢谢泽佑哥啦。希望你卖套套，我卖套套没人买啦，嘿啊。你这意思是讲，你卖拢卖下因的赛事就对了。我唔知啊，卖玩具加一，嘿啊，很多人在赏心呢。那个蔡哲理大哥啦，谢谢你的赏心啦，谢谢你呀。各位朋友，因为我今天没有水我的水干你啊！我的水叫人家去买水回来，买那么久还没回来，我快渴死了。今天啊，元龙哥又赏了200颗星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真的谢谢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朋友啦。那个吴牙峰说，凯宾哥有机会我再见面跟你买龙笔。牙峰哥我跟你说，可以见面啊，东西有喜欢再跟我们买啊，你可以来，欢迎来彰化找我们一起吃饭。你开真账号起来，大家开讲做朋友拢无要紧，系啊。你也感觉讲我的人，你相处起来，你觉得相处起来不累，很好相处的话，我们再来深一点做朋友嘛，对不对？系啊，不一定交朋友要跟我买东西，安尼的利益上啊，不一定要这样。魏子成大哥，谢谢，赏了1000颗星啦，谢谢谢谢。系啊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啊，好不好？开运咬钱的艺品，明天会卖，好不好？我明天卖。香蕉哥来了，哪时候要补门牙？天风饮料店没有做了啦。我饮料店没有做了，很早就没做了啦。对啊，有机会来香港，你有机会来台湾啦。那个卫生棉大哥，你有机会来台湾啦，我请你吃阮台湾有名的中华肉丸。彰化肉圆好吃，附近水属小霸社吃一下我们台湾的卤肉饭。我有去去中国大陆，我去大陆的时候有吃那个卤肉饭，
跟台湾的其实味道差很多。我还是觉得台湾的卤肉饭超好吃。星星可以换成台币啊，就是对我们直播组的一个鼓励。哦，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700多位朋友还在线上支持我们啦，好不好？谢谢啦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我直播关掉，拜拜，拜拜。